Hello， 大家好！2026年粵澳名優雙品展開始啦，等我哋帶大家去睇下先。今次展覽分別以銀髮經濟、健康生活新篇章為主題。今日我嚟幫大家提前踩下點先，話俾你聽邊個攤位、邊個體驗最值得打卡。放假期間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展會由澳門招商投資促進局及廣東省商務廳聯合舉辦，展覽面積達13000平方米，分6大展區，匯聚459家參展商，同步舉行80多場配套活動，包括論壇、專場配對、舞台表演、工作坊體驗。大會設立嘅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，融合科技與場景體驗，展示嶄新嘅養老服務、銀髮產品及智慧養老解決方案。針對銀髮族群各階段需求，設置4大沉浸式場景區，果然大開眼界。健康生活展區以全齡身心一體化養護為核心定位，涵蓋亞健康調理、智能復健、情緒療癒等多元產品及服務，帶嚟沉浸式健康體驗。現場更有豐富多元嘅互動體驗活動。跟住落嚟係所有吃貨必衝嘅一帶一路展區及美食試身室。今年新增巴基斯坦專區，玉石、清真特色產品齊全。泰國、印尼、緬甸、新加坡商戶帶嚟地道食材工藝，美食區全部提供免費試食，肉骨茶、芒果糯米、南洋糕點等原汁原味。展覽時間為8月6日至9日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A 館舉行。其中7日至9日開放予公眾入場，現場推出多項購物優惠、體驗項目、文藝表演，以及超過10萬份、總值超過200萬澳門元嘅禮品。大會仲開通咗6條往返澳門半島、氹仔嘅免費穿梭巴士，自駕遊客有免費停車場，快啲約上親朋好友一齊嚟打卡掃貨啦！